今仔下晡，伫咧立法院外口有大阵医护去举办医疗劳权的大游行，提出包括人力保护组卖过劳、尊重专业、提升待遇，还有政府投资救健保等等四大诉求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就回应讲，因会阁找相关的工会来讨论，希望会当对源头改善医护的待遇甲欠人力的问题。 上摆的第一线医护人员每一个打扮做恐怖的鬼怪造型，考试即马的台湾医疗环境哪亲像地下这场，希望用游行和各界甲卫福部这些政府单位重视医护心声。在我们跟这个医院讲说要求加薪的同时，医院会说你的健保的总额就是这样一点点，我怎么有办法帮你加薪？ 但是呢，跟卫福部讲，卫福部就说啊，这我没有办法干涉私人医院的这个薪酬的这个规划。以医学中心为例，它本来就是规定是1:9，因为它是全日平均，所以你只要白班加小夜加大夜除以3，没有超过9就可以了。一个大夜照顾到18甚至20床，那有的人可能超过接近25。医护代表表示，国内差不多有32万人有护理师执照，按过敢若将近19万人愿意执业，原因就是薪水少。 也甲推动3班互并比的问题一直无得到改善。为了改善医疗环境，因提出4大诉求，包括人力补助无过劳、安全职场无烦恼、尊重专业、提升待遇。最后是政府投资救健保。根据医护人员讲，卫福部伫游行前2天紧急甲各医护工会团体讨论，不过这些工会大部分拢是病院的管理阶层，呼吁卫福部嘛爱邀请由各医护基层所组成的工会来协商，才会当彻底改善医护劳权。影响各院财务最严重当然是健保，健保这个总额的这个大饼要扩大，好，从这边的源头扩大，那将来他们的这个薪水才有可能会提高了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回应，最近会阁找工会协商，讨论相关诉求的落实办法，透过定期开会方式，重视各医护的诉求，改善医护人力上案的问题，让台湾医疗产业会当永续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